睇中文嘅時候最緊要係咩心態？心態我要預備啦，即係講咗心態方面先。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喺預備嗰 DSE 嘅時候，剩低100入面咧，最重要嘅其實係啲咩咧？其實係心態。OK， 咩心態咧？就係要面對 OK， 面對咩心態？面對成績有準備心態。點解要面對成績有準備嘅心態咧？其實最簡單一樣嘢就係，因為我哋嚟緊100啦，我哋好快，因為我學校咧就係1月嘅時候考模嘅。OK， 咁喺1月嘅時候考模 ，OK， 我心入面有道尺嘅就係我覺得我當時考試嘅時候，我一定要係拎到5星星嘅成績，拎到唔知乜嘢 level 幾，拎到幾多 percent 嘅成績。OK， 咁但係我哋面對份卷，或者可能嗰日咁啱狀態差嘅時候，我哋個成績一定有出入嘅。或者再簡單啲講，可能係 marker 睇唔明你天文講咩嘅時候，我哋成績一定有出入嘅。OK， 有出入嘅時候，我會點？我就空跌，覺得好 sad。OK， 最心我點解擺咁多時間去？我啲成績都咁差。OK， 但係中文就係一科，你未去到真係考嘅時候，你嘅成績都係會好飄浮，好飄浮。OK， 咁我講一講下我自己啦。OK， 咁我喺上學期嘅考試，即係上學期嘅模嘅時候，中六上學期模嘅時候咧，我喺生物咧係值得20 over 50分。OK，咁嗰陣時我好灰啦，好灰啦。OK， 20分係直頭2，都唔知未必有冇啦。OK， 咁但係其實你要知道，正係因為你呢一次 OK 呢一次嘅成績差咗，所以你先至會點啊？你先至會喺下次嘅時候做得更加好。OK， 所以你唔需要太驚。OK， 中文就係一科咁嘅科。OK， 因為你知道你下你錯咗，你下一刻就會錯。咁我都講下我最後 DSE 嘅生物係拎到43分。咁所以其實你唔需要太驚呢樣嘢，都唔需要太怕呢樣嘢。OK， 閱讀理解方面，即係閱讀理解咧，我係一個比較飄浮嘅人，飄忽嘅人。咁係點咧？就係我成績可能本身係一直都係 keep 住60%。OK， 咁你可能跌咗幾 percent 嘅時候，你唔可以好容易就覺得灰心。你要喺下次嘅時候做得更加好，有個咁嘅心態去面對有落差。OK， 要面對落差。如果你下下都好在乎嗰少少 percent， 或者好在乎 OK 嗰幾分咧，其實對你好痛苦。OK， 我哋要繪上一個不完美色彩。所以第一樣嘢係心態。如果你想完整咁睇晒成條片，可以去我 bio 撳條 link 去 YouTube 睇㗎。